看這個台北市文山區的景中街，早起7點外發生一件死亡車禍。當時這個公車過站了後，有乘客講要落車，公車怎佇咧離站牌5公尺的所在，讓乘客來落車。其中有一個落車的80歲太太，想要過大路，怎為公車車頭的方向行過去，結果視線有死角，駕駛無注意到，公車駛起行，怎甲迄位太太弄倒。到過，這太太當場死亡。公車我站停落來了後，人客陸續落車，想到一個85歲老太太落車後，走去車的頭前，公車駛行就甲弄丟。他們車子停下來，人再輪下，那個司機出來看一下，駕到攏會錯，嚇死我，腳都亂。不過駕駛並無發覺繼續駛，一直到車頂的人客甲講已經弄到人啊，才總算停落來。這個負責人的鞋啊、雨傘等等各種的物件，還佇現場，敢若是要去景尾市場買物件。甚至駕駛佇早起7點外，駛公車經過台北市文山區到景尾國中站的時，表示講因為無人有落車鈴，抑過過站後又有人客講要落車，伊才會佇離停車牌差不多5公尺的所在停落來，讓人客落車。這個83歲姓徐的負責人，敢若是落車後想要過車路，因為有死角才會造成悲劇。來到現場，會當看到公車停的所在，甲車牌啊有一段距離。事發現場臨近市場以及捷運站，而且也有許多公車路線都有行經這裡。發生這樣的事故，也讓這邊的民眾都相當意外。徐明經現場救護人員評估，無生命徵象。公車駕駛經酒測及毒品快篩，結果均為陰性。姓徐老太太坐公車出門，敢若是違規要過大路，想不到煞予公車弄死。當時氣溫1個前無回應，這個駕駛最後被依照過失致死罪送辦。